杜拜巧克力豆真受欢迎，不过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可可啊等原料的产量减少。原本这杜拜巧克力豆价钱就较悬啊，即阵恐惊是会变阁较贵。大量的笑豆含入去巧克力豆当中，这就是融合西方巧克力豆甲阿拉伯治疗精华的杜拜巧克力豆。伊的鸭真丰富，因为安尼伫社群媒体唱假抓袂牢。不过杜拜的巧克力豆核心的原料笑豆，因为天气无啥理想，来大欠。地属笑豆的计数，伫一年内就增加超过1/3，而且可可豆仔的主要产区，亲像是非洲西部的春季海岸甲加纳，也因为收成无好，地属可可的计数继续增加，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巧克力豆工厂面对起价压力。We know there's multipl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cocoa prices. Yeah, we see diseases. That's all climate change 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demand.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身就是高消费的国家，佮加上杜拜的巧克力豆，著名讲是手工制作，所以伊的价格原底就比一般的巧克力豆佮较悬。另外一种杜拜真受欢迎的伴手，是以特别的绿豆奶制作的巧克力豆，食起来淡薄仔咸咸，有的佮会含中东地区常常用的香料，也是椰子。虽然去年全球可可豆仔的价格有小看薄，但是除了供应量无确定。个巧克力豆的制造商为着要消化关价的库存，来补成本等等的因素，致使巧克力豆的价格无对率大跌。巧克力豆的工厂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可可豆仔的价格可能会起到甲咖啡豆同款。高市新闻新闻部编译。